加州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一項由州參議員威善高提出嘅 SB 222號法提案，旨在加快審批住宅安裝熱泵，希望降低家庭嘅水電煤氣費開支。下一步將會交由州長決定係咪簽署成為法律。朱慧琪報導。加州議會參眾兩院今日分別以大比數通過 SB 222法案，旨在統一加州住宅安裝熱泵嘅審批程序，包括熱泵熱水器、暖氣、通風同冷氣系統，以減少建築排放，並且幫助加州實現氣候目標。同時希望降低家庭嘅能源開支，令到居民能夠負擔得起每個月嘅水電煤氣費。而家加州有超過600個地方政府管轄區可以制定唔同嘅審批要求，造成安裝程序複雜、延誤以及額外費用。新法案將會簡化審批程序，限制地方政府同 HOA 屋苑管理協會提出州法規以外嘅額外要求，同時統一審批費用同設上限，並且加快審批程序。熱泵安裝最多只需要1張許可證。支持者話，熱泵可以同時為住宅提供暖氣同冷氣，取代傳統冷氣機同天然氣暖爐，有助降低能源開支同溫室氣體排放。法案下一步將會交由州長留心，決定係咪簽署成為法律。伊斯蘭記者朱慧琪報導。